从前按早分享收看客家新新闻，我是希丽丽。分享观众朋友，当然9点半听得闲，向下来关心一下，唔但抢讨台湾，还个有全世界一下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发展。先同大家提醒今边呢有条民生消息，我先提醒乡亲朋友，比如讲呢最晚先前呢有用手机的种去主文呢乡亲朋友，也下係T4轮的最晚有好量的，故所提醒乡亲朋友，聽等當日時間按呢經過，我提醒大家，記得去量最晚。還個呢係講先前有主文是拿到的，還個今邊有早的開始，讓我一個新的。主文最夜尾新的亞種措施，提醒大家記得停定一個時間去主文也最夜尾。今邊呢，時態報紙，我帶鄉親朋友停定一個時態報紙的頭版看顯示。不過按先來講到哦，今邊呢差唔多同一個時態報當中呢，也講嘅都係同一個 WHO 韓國美國。台灣亞種無共用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有關，故所以唔但搶頭兩個報紙當中就看得到，呢度呢有美國總統川普，韓國有 WHO 秘書長譚德塞，一片呢唔但搶聯合報、中國時報一片，也頭版頭條的圖，咪係同一個WHO 嘅秘書長譚德塞有關，提前就先對一個聯合報來看顯示。當個美國總統川普韓國有一個譚德塞2-3年按內呢，第幾條係啲講乜嘅？而先看到一個頭版頭條當個美國總統川普表示，接下來佢就會停止用一個金錢演出，同一個提供金錢本世界衛生組織，也係亞建議咧。規個全世界經議論韓國台灣特別關注嘅話題，因為呢，一個美國總統川普佢14幾日呢，就同一個美國北京嘅網站上又發布為一公開嘅消息，當講呢，佢係講美國呢一年差唔多係提供嘅4到5億元嘅美金去本 WHO， 不過呢，實講到嘅。中國是有提供差唔多10股1股天天，不過呢，一下 WHO 態度實係十分偏向中國，故所佢就表示講，太偏向中國態度嘅，韓國28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，佢想要來暗砍，故所佢決定接下來美國要停止一種金錢嘅演出。譚德塞佢形容嚟講呢，譚德塞一片就錄起下一個圖說，當個係下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本川普質疑佢太偏向中國，想乜嘅考慮乜嘅都係用中國來做中心運作。進一步來看。14幾日呢，北京宣布世界衛生組織 WHO 因為呢一個管理唔得當，韓國頭一擺處理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實在唔好，故所無發揮基本嘅功能，並向中國大陸韓國要暗砍一種新型冠狀嘅傳播。接下來美國就會停止用金錢嚟天數世界衛生組織，一條錢呢其實要講到一個 WHO， 佢當然因為也係當到無共用嘅國家。向下用肺炎的身份去加入一個 WHO 嘅國際衛生組織，故所呢一個經費來源都係意思要按到國家來捐錢，故所也其中動態部分按同大家來提供嘅數據，比如講 WHO 一年當中，其中有2%一條錢一個經費係美國捐本給嘅，故所呢早嚟講，美國係 WHO 一個當重要嘅大金主，接下來係講愛同一條金錢演出。停下來嘅 WHO 按樣嘅繼續運作，係唔係會對一個 WHO 造成壓力呢？強怕一個 WHO 就愛來上看啦。川普批評講，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用中國來做中心，無論中國係樣嘅講，佢哋都認為係真實嘅。故所川普發講到當中，帶鄉親朋友來看到一段新聞報道。美國總統川普講真嘅呢，當地時間14宣布要暫停對 WHO 嘅金錢演出。Today I'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'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.
川普批评 WHO 奔向中国，证词高高在上，唔但抢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，同时咩冇掌握分享自信。去年12月咧，就有消息讲，新型冠状病毒係人為7本年呢，不過其實冇措施影響到全世界咁多人冇條性命，經濟咪受到影響，全部都係因為 WHO。 The WHO failed in this basic duty and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. It's time after all of these decades. 美國係 WHO 親太出錢嘅人，2019年捐款就超過4億美金，佔美 WHO 預算嘅15%咁多。也下美國會停停金錢演出，就會影響到 WHO。不過暫停金錢演出，可能是係第一鋪天。國務卿蓬佩奧14個月嘅強調，中國疫情嘅真相係乜嘅？可能一下呢，川普佢係針對一條金錢演出，接下來錢愛用嚟用，佢先來表示講到講清楚，卻係表示講金錢無愛繼續提供本業嘅 WHO 嘅。係個川普呢並冇講到係唔係未來永久就唔會繼續提供嘅，其實講我接下來會用60年到90年去做乜嘅呢？講愛全面來審查，同時美國會同其他國家向下來簽，看接下來係唔係愛打開其他嘅合作模式，咪會考慮同亞條按太條嘅錢轉去提供俾其他嘅素材。故數也係川普來針對一個 WHO 接下來可能金錢演出會用到其他素材來做出來一個當關鍵嘅決定。接下來繼續來看到喎，同時呢也係北京同14個月來同一個網站上來發布一案嘅消息。其實同時呢咪係14個月一個。紐約時報當局呢係由台灣人來總錢攝資，來同紐約時報當局來看出來一個動態全版的地圖內頁嘅廣告，也出現對中國時報來看。大家看到啊，圖也做數片也種呢，也細種呢，就係台灣人總錢攝資同紐約時報當局來看出嘅一個全版嘅廣告。雖然講也係細種哦，不過大家做得留意想下嘅。也係同樣豐台都一下拿嘅呀報紙全版啊呢，其實也嘅佔嘅版面係動態嘅，故數呢也係全台灣大家來進錢，大家來總錢，希望做得同樣按呢嘅真實事件當中，撥韓國當人來看到一下台灣面臨嘅乜嘅問題。唔過，另外我鄉親朋友啊，比較講一嘅細種嘅圖變作為全版，大家沿開來就直接看得到一種嘅版面嘅廣告。唔過呢，人來看到一拍攝四角形，係個下背優素片，下背一片藍色、水藍色嘅四角形，佢代表乜嘅意思呢？其實呢，從呢年一開始你看嘅時節，咪係看唔清楚，唔知佢詳細愛表達嘅乜嘅意思。也係國內前有名嘅設計師葉元正，佢一條呢向下來問，向下來想，希望講用按呢嘅設計模式，讓大家看到現象，係個地背度詳細嘅內涵。詳細嘅內容呢，按出嚟看到下來嘅一段新聞畫面。拍攝的一個款，代表 WHO 因為反應太慢，韓國政治問題涉及到防疫又防唔到嘅素材。下背藍色的圖，代表台灣當地嘅建立一個通途，一個出口，對全世界提供嘅動態嘅幫助。由設計師葉元正，韓國 YouTuber 阿迪亞等人發起嘅募資廣告。紐約時報14個人用全版刊登強調台灣 can help。也件事情大家都有角色，發起團隊講，日本媒體是喺開始聽，其他醫生會同全世界聽抗疫。目前會有半數左右的經費是會運用在國內外的援助來對抗疫情，另外有半數的經費只是會用在投放世界各國的數位廣告。總統蔡英文咪同面書上分享韓國什麼2698人團隊按實忙，台灣民間用廣告實忙同國際發聲，不過 WHO 使用大動作用13點回應，其中強調也結合10年來一直同台灣衛生部門保持技術交流，韓國要邀請台灣專家參加技術性會議，冇排除台灣。外交部肯定 WHO 很公開討論台灣參加嘅問題，不過強調 WHO 還係冇辦法對抗類似中國嘅政治壓力，也都同台灣當完整嘅參加 WHO 有當場嘅一段路。台灣從2017年開始就沒有再受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，被拒絕的比例高達70%。再次的呼籲 WHO 盡速
跟我国政府直接研商，完整的接纳台湾参与包括防疫在内的所有会议。外交部强调，台湾既然同国际证明台湾做得天数，要当向分享防疫的成果。WHO 应该要有专业、中立、且完整的接受台湾。不过，美國對 WHO 頭一擺疫情表現當不滿，唔但將宣布愛簽停檢測演出，包含用人思考天也條設定恐怖東西參議員，要聯合社公文本談得晒，要求 WHO 同27以前提供疫情相關的通信內容，韓國說明抹殺愛膚者同中國打合，韓國係唔係有任何兩頭基層人員有數錢以外嘅經濟部上也條，前面咩要求談得晒，愛參加國會聽證會。做出解釋。記者歡迎陳聰偉台北報道。Who can help？ 佢同時咩係 WHO can help？ 後背呢係啲問號，也就係問大家 WHO 做得來聽數係韓國上來抹殺做得來聽數呢？古數日嘅評議當中有兩種嘅危言意思啲地背度，接下來看到下背條位。Who can help？ 也創意嘅廣告就係葉元珍，佢條呢想出來向下面嘅一個廣告，希望大家唔但搶到台灣，韓國呢用按呢金錢、種錢的方式，本那個有可能有時報也按當然呢，都做得來關心一下台灣獨到嘅國際議題。韓國呢差唔多到15點鐘，就金錢大家向下種錢呢，就總到嚟減減嘅2000萬元按到。接下來呢，人家下啲新聞條都未看得到，一個世界團隊嘅就表示講，一條錢唔但搶落土，紐約時報一下愛看廣告，接下來咪會投醫療其他嘅方式來同好好嘅來運用一條錢。韓國人進一步來看到啊，就係因為呀，台灣人呢向下來進錢，希望得到國際關注，來一擺下廣告投一個紐約時報蛋糕。接下來一個事情嘅針對當事人 WHO 加條係用嘅回應，用嘅看待咯。因為看到蘋果嘅報蛋糕啊，也按神奇嘅一種圖蛋糕，就看得到也係 WHO 秘書長談得曬。不過佢屁股用嘅變到暗藏咯，大家想到冇？原來當神奇嘅童話故事也係華語講嘅小木偶，小木偶係唔係因為佢講化了，屁股怎麼變暗藏？故所用一種圖呢來掃難。談得晒係唔係有唔錯嘅事情？因為呢，看到一個紐約時報嘅廣告過後呢，仲用晒主要同一個一個廣告拿去問 WHO 加條應用嚟看，故所呢一個 WHO 加條發言嘅團隊係發表為13點嘅聲明，我來回應講。廿八台灣人進前頭紐約時報看廣告嘅一件事情，佢有13點聲明。不過呢，蘋果日報就攞佢一攞佢寫出來，針對一條內容嚟攞佢一來回應，一來攞佢變把狀，也就一般講嘅打臉，誒攞佢拗下來看下詳細條位。比如講呢，其中一個聲明哦，就係講到，WHO 有表示講台灣成立到今，其實呢有動到去參加一個組織嘅事情，韓國針對一擺嘅 COVID-19 武漢肺炎嘅疫情，佢就表示講台灣咩時去參加。不過外交部就表示，就係因為政治原因，台灣對2017年起時就冇再個受到邀請去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O 嘅。韓國對2009年到2019年一當中呢10年嘅時間，我方去申請參加18場187場 WHO 嘅技術性會議，不過大概申請都要耗時當久，故所呢前面要是去參加57場天。本年汽車嘅機會就有減嘅73萬多，韓國也詳細用乜嘅原因，喺台灣總唔得去參加呢？其實 WHO 沒冇講清楚也條原因。看到下部一種圖，也係去年。也當過位也嘅呢，就係大家都當數嘅衛生部長、衛福部長陳時中，佢也係去年佢帶團啲 WHO 啲開會嘅時節，因為冇拿到也嘅觀察員，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嘅身份，故所就去到非常諾貝來表示抗議，也係亞總圖，去年嘅亞總圖來表示講，廿八個事件 WHO 有回應，唔過呢，我國嘅外交部係表示講，也地度講嘅，其實大部分嘅事情，大家係唔認同，多少認同，有啲唔認同。好，前面嚟看到嘅係自由時報，
佢當個係下定有講做家庭群體感染病例嘅研究，稍下來講，武漢肺炎嘅病毒可能會透過空調，也就係冷氣，也嘅後來會從空氣當中吹來吹去，也係一個新嘅研究，稍下來就會看到美國嘅新型傳染病期刊當中。故數也咪因為同大家來表示講，大家聽出愛記得，隨時愛保持社交距離，也就係愛離下遠啲位。也係近半日呢，也嘅時態報紙為大家整理嘅頭版頭條新聞，一下全世界確診病例數正式突破為200萬呢。韓國籌備人呢疫情中心表示講，要激增加嘅2個境外落來嘅病例，估計一下全台灣嘅確診病例數係395個。佢查下來係唔係疫情有效地控制下來？咁邊要為要先增加嘅疫情冇？請同親朋友聽睇下個新新聞，準時到下晝2點半呢，向下嚟關心一下疫情嘅前線發展。再會。